有一天，耶穌經過撒瑪利亞，因為旅途疲倦了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時大約正午，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。耶穌對她說：請給我水喝。撒瑪利亞婦人對耶穌說：你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？我是撒瑪利亞女子，未慣遞水外邦人服侍。若曉歌中情是恩賜，可知他是誰？早得恩賜將活水求解渴記。先生活水很清似知，解我何以口渴愁思慮。我賜活水湧流永不渴，永生不容易脫去憂傷，照淚愁換心意。你去叫你丈夫，然後回到這裏來。我沒有丈夫。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，你以前有5個丈夫，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說這話是真的？吓，你為你宣講恩賜來是意，盼望領受活水莫延遲，改變人生途大志。是個先知，是否敬拜先祖要在山相遇？最緊要2020敬拜時，神是我不分地域，憑着信專心仰望神，就入你心窩敬拜父最義。我知道那稱為基督的彌賽亞要來。這現在跟你說話的就是他。莫非你？謝你濃情事，活水恩賜生命志。
中傳，莊稼已經成熟了，井邊相知，救恩心如海，歡呼收割都是。因着那婦人作見證的話，那城就有許多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。